我1993年嚟新加坡，即係同埋同事咧一齊過嚟，諗住出國見識下嘛。嗰時我28歲，好後生啊，可以過嚟。第一間就去希爾頓。跟做小販是不是就完全不同的生活啊經歷啊？而家呢度乜都要自己做啦，由頭到尾，掃埋地、洗埋地。以前唔係啦，以前我幾十個工人喺下面。呢度我哋咧，所有嘢一條菜、一粒米，呢度洗，呢度煲。其實壓力就冇乜嘅，真係冇乜壓力。我喺我嚟講係好輕鬆嘅嘢，但係始終辛苦，乜都係自己做。因為其實如果做呢一啲咧係好辛苦啦，做小販。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啲興趣嘅，都係嗰個刻苦耐勞。佢主要就係要嗰個毅力啊！有時我自己都會，有時情緒都會低落，都係要同自己講啊！唔緊要啦，就嚟收工啦，我第二日就 OK 嘅啦。都係要靠你自己去，即係去諗啊！我做咗小販咧，幾十年冇同屋企人食團年飯，我卒之可以年年同屋企人食團年飯，因為以前係唔得噶嘛，一定。